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下天氣啊！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氣報告，我係陳維勳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咧，今日係影響住廣東沿岸地區㗎。而從大範圍嘅衛星影像咧，我哋可以見得到啊，廣東沿岸地區咧，俾一啲雲層所覆蓋喎。咁不過呢啲雲層咧都唔算好厚㗎。朝頭早嘅時間咧，喺尖沙咀望出去咧，見到天上面都俾一啲中高雲所覆蓋住啊。而氣温方面啦，今朝早6點鐘嘅時候咧，各區嘅氣温就介乎22至24度左右啦。而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咧，將會係大致多雲啦，早晚會有兩陣微雨，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最高氣温咧會上升至大概係26度㗎。風方面咧係會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北風，離岸同埋高地咧係會間中吹強風嘅喎。至於之後嘅天氣，我哋一齊睇下電腦嘅預測圖。我哋預計啊，廣東沿岸地區咧，今日同埋聽日咧，繼續會俾一股偏東氣流所影響㗎。去到今個星期中期咧，一股東北季候風咧就會係影響住華南地區㗎。到時我哋朝頭早咧天氣係會稍涼，日頭嘅時間咧天色咧都會唔錯嘅噃。咁所以喺展望方面啦，我哋預計聽日咧會有一兩陣嘅微雨啊。星期三嘅時候咧，早上天氣係會稍涼，而日間咧部分時間有陽光啊。接近週末嘅時間咧，就會風勢頗大啦。咁今日嘅天氣咧，就同大家睇到呢一度，祝各位有愉快嘅一日，再見。咁至於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，一般監測站係低嘅水平，而路邊監測站係低至中嘅水平。咁再睇埋啲分區氣温。